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要嚟直面一個潛伏喺大眾對腳入面嘅隱形殺手。平時大家覺得對腳唔痛唔癢，就算有唔舒服，亦經常被誤以為只係行路行多咗或者單純扭親腳。可一旦徹底發作，分分鐘就能夠令人喺幾分鐘之內失去呼吸同心跳。呢個殺手就係深層靜脈血栓與急性肺栓塞。好多長輩平時非常注重保養，心臟預防腦中風，總覺得只要心臟唔亂跳，手腳唔偏袒，血管就一定係健康嘅。其實好多時候攞命嘅炸彈係悄悄喺對腳入面成形嘅。佢初期症狀往往被忽略，等到真正爆發嗰陣，留俾我哋嘅反應時間往往只有幾分鐘。大家絕對唔可以輕視對腳發出嘅任何求救信號，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就喺最近呢幾個月入邊，幾間大型醫學中心嘅急症室竟然連續接獲咗多宗非常嚴重嘅重症肺栓塞個案。第一位係60幾歲嘅李阿姨，平時係個標準嘅健康寶寶，每日跳舞買餸十分活躍。某日佢突然感覺胸口一陣陣悶痛，稍微行快少少就透唔到氣，佢以為係冷親感冒，只係去基層診所攞咗藥。結果幾日後嘅一個夜晚，佢突然感到前所未有嘅窒息感，全身發冷、冒冷汗，嘴唇變成恐怖嘅暗紫色。送院後，影像檢查發現佢嘅左右兩邊肺部大動脈被幾波巨大血塊徹底塞死。呢啲說明肺栓塞根本唔分年齡，邊個都可能成為受害者。肺栓塞用通俗啲嘅話嚟講，就係肺部大動脈血管被唔知由邊度走出嚟嘅血塊俾死塞住咗。我哋身體入邊所有嘅血液都必須經過肺部進行氣體交換。當巨大嘅血栓好似膝頭咁卡死喺肺動脈主幹道上面，血液根本無法通過。呢個時候，全身器官瞬間斷絕氧氣供應，大腦只要缺氧超過5分鐘，就會造成不可逆轉嘅腦死。心臟亦都會因為用力過度卻打唔出血而瞬間膨脹，最後如同引擎卡死一樣，徹底停止跳動。呢個就係患者會突然呼吸困難嘅原因。但呢啲摔死喺肺部嘅血塊，10之八九根本唔係喺肺部生成嘅，佢哋絕大多數係喺我哋對腳、小腿同大腿深處嘅靜脈入邊悄悄形成嘅。血液由心臟流向對腳好輕鬆，但回流嗰陣必須逆抗地心吸力。呢個主要依靠靜脈血管入邊嘅單向瓣膜，以及我哋小腿肌肉收縮擠壓嘅天然泵。一旦呢個泵罷工，血液就會囤積凝固。血液凝固成致命血塊，背後有3大奪命因素。第一大元兇係血流過於緩慢，長時間久坐唔喐係最危險嘅行為，例如搭長途交通工具或者一整日坐喺辦公台前。當你長時間坐住雙腿下垂，甚至習慣性住腳，大腿根部同膝頭哥後方嘅靜脈血管就會被死壓迫住，加上小腿肌肉完全冇收縮，天然泵徹底罷工，大量血液無力咁囤積喺小腿深處，開始悄悄凝固，致命嘅深部靜脈血栓就咁誕生咗。第二大元兇咧係血液本身變得太黏稠，導致血液黏稠。最直接嘅錯誤咧就係體內嚴重缺水，好多人出門遊玩驚搵唔到廁所，一整日都唔敢飲水。加上如果食咗重口味嘅鹹味食物，血液會變得好似糖漿咁黏稠，稍微流得慢少少就會凝結成塊。第三大元兇係血管壁受損。血管內壁原本極其光滑，如果因為猛烈創傷、嚴重扭傷或者長期糖尿病、高血壓導致血管處於慢性發炎狀態，血管壁受損暴露，血液中嘅血小板就會衝過去試圖修補漏洞。加上緩慢嘅血流同黏稠嘅血液，就會形成越嚟越大嘅血塊，將成條血管完全塞死。當腿部深處埋落咗呢粒血栓炸彈，起初你可能冇任何感覺，或者只係覺得條腿稍微有啲脹有啲重，依然可以正常生活行路。直到某一個瞬間，一個睇似平常嘅動作，例如打完麻雀突然企起身，或者攞起重行李猛咁向前走，腿部肌肉嘅突然強烈收縮或者血液壓力嘅瞬間改變，會將呢個本來就唔多穩陣嘅血栓夾硬由血管壁上面剝落嚟。
呢拖脫落嘅血栓徹底擺脫束縛，順住靜脈一路向上狂奔，穿過心臟，直接打入通往肺部嘅肺動脈，直到佢卡喺一個較幼嘅血管叉入口上面，血管瞬間被完全塞死，氧氣交換徹底中斷。由腳部血栓脫落到塞住肺部血管，成個過程可能只需要幾十秒，快到令人完全反應唔切。要想保住性命，絕對唔可以到喘唔過氣暈倒嗰陣先求救，必須搶喺血栓仲喺腿部嗰陣及早處理。對腳會發出4大明確嘅異常信號。第一個信號係對腳出現不對稱嘅腫脹。深層靜脈血栓引發嘅腫脹係因為單條靜脈被塞死，水分被強行擠壓到血管外面嘅肌肉入邊。嗰條患病嘅腿會腫到好似條粗壯嘅白蘿蔔，皮膚撐到緊繃發令，而另一條腿完全正常。用手指撳落去會凹陷入去，半日彈翻出嚟。第二個信號係腿部出現難以忍受嘅疼痛同壓痛，呢種痛係深扎喺肉入邊嘅一種持續性脹痛。好多人喺呢個關鍵時刻會犯下一個致命錯誤，嗰個就係攞酸痛藥膏去揉搓去按摩。面對靜脈血栓，按完摩可能幾分鐘內就會直接休克。因此發現單側腫脹悶痛，千萬唔好去揉捏，唔好去按摩。唯一應該做嘅就係盡量保持腿部平放，唔好喐，並立刻去急症室。第三個信號係局部嘅發紅同膚色改變，大量血液淤積引發局部發炎。患病區域皮膚表面會呈現出不正常嘅暗紅色，甚至透出青紫色，且表面揾唔到任何明顯傷口。唔好將佢當成痛風或者蟲咬嚟食藥。第四個信號係局部異常發熱，發炎會令受影響嘅腿部區域溫度顯著升高，摸落去好似貼咗暖暖包咁，明顯比正常皮膚燙手。呢4大信號同時出現2個以上，請絕對唔好夾硬測。現代醫學雖然有藥物溶栓同埋導管抽血栓手術等先進搶救手段，但再高明嘅醫術都比唔上防患於未然嘅智慧。喺日常生活中，只要養成5個簡單嘅習慣，就能夠大幅降低血栓風險，保護血管暢通。第一係對抗血流緩慢最有效嘅一招，隨時隨地保持適度活動，每1個鐘一定要企起身活動行下。如果被困喺狹窄座位上面無法起身，可以喺座位上面做隱形嘅血管體操，雙腳平放地上，用力擔踮起腳尖，再慢慢放低，跟住再用力翹起腳板，反覆做個20-30次。呢個能夠令小腿肌肉持續收縮，好似泵咁將血液打返心臟。第二係攝取充足嘅水分。唔好因為驚跑廁所就拒絕飲水，養成隨時飲幾口暖開水嘅好習慣。唔好用含糖嘢飲或者濃烈茶啡代替，避免加速水分流失，令血液更濃稠。第三係俾血管大掃除嘅合理飲食，少食高膽固醇同飽和脂肪酸嘅食物，例如肥肉同動物內臟，佢哋會令血管壁變粗糙。多食深海魚類、優質豆類以及富含膳食纖維嘅全穀類食物，將多餘油脂包裹排出外。第4個指南係特別針對長期服用口服避孕藥或者女性荷爾蒙補充療法嘅女性，務必定期返去婦產科諮詢主診醫生，唔好自己一直盲目食落去，由醫生為你調整最安全嘅方案。第5係定期自我檢查與醫學篩檢。高危人群每日沖涼、瞓覺前睇多2眼自己對腳，只要發現任何不對稱嘅腫脹、紅痛熱，立刻去大醫院掛號，醫生會為你安排簡單嘅下肢血管超聲波檢查，完全冇輻射，亦唔會痛，一眼就能夠睇穿隱藏嘅血栓。關注對腳嘅健康，唔好令血管突然沙住，呢個先係俾自己同家人最好嘅禮物。